Justilia，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通过非暴力与慈悲来解决世界冲突；司政边巴次仁在新德里出席班禅喇嘛意识倡议活动；瑞典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提出3项有关西藏的动议。司政边巴次仁圆满结束对法国巴黎的访问。议长康波苏南丹培出席印度基金会举办的西藏对话圆桌讨论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联合国颁布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希望各方通过非暴力与慈悲来促进和解决当今世界的冲突。达赖喇嘛尊者在声明中指出，世界人权宣言声明，人人有权免于匮乏和恐惧，这些人权具有包容性、互相依存性和普遍性。尊者还在声明中谈到了他对世界变革的期望，即在和平对话的基础上，选择以非暴力的方式和平解决各类冲突，并强调这种变革需要维护人权和作为人的尊严。此外，应印度西金邦政府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下周二12月12号在西金邦首府甘陀克的帕拉哲体育场传授吴祝贤大师所著的《佛子行37颂》。12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位于西蒙加拉邦萨鲁加拉的塞派密宗学院，向该寺僧人和当地信众传授由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发心仪轨》。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将前往印度比哈尔邦菩提迦叶，并于12月20号参加2023年国际僧伽论坛开幕仪式。23号将参加2023年国际僧伽论坛在菩提迦叶正觉塔举行的世界和平祈愿法会。12月29号至31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菩提迦叶的十轮金刚广场向各方信众开示由龙树菩萨所著的法鉴赞，并传授文殊菩萨随许灌顶。2024年1月1号，尊者将参加3个藏人团体为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另外，位于印度南部的扎西伦布寺与印藏协调办公室于本周二12月5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宪法俱乐部联合举办了班禅喇嘛意识倡导计划为题的宣传活动，加强和提高印度政要和民众对遭中共当局强迫失踪28年之久的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锦尼玛的认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印南扎西伦布寺主持西加仁波切、印度国会西藏论坛召集人苏吉特库马尔议员加央次仁郎杰、印度西藏事业核心小组全国召集人仁钦堪卓克里梅等政要出席了活动开幕式。与会的印度国会议员在发言时谴责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武力侵占和持续压迫，并呼吁立即释放遭强迫失踪至今的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锦尼玛。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致辞时详细介绍了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锦尼玛对西藏人民的重要性，以及第10世班禅喇嘛的伟大事迹和他对西藏做出的非凡贡献。司政还谴责中共当局绑架藏人的懦弱行为，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最后，印南扎西伦布寺主持西加仁波切致辞，并宣读了致印度政府和人民的6点呼吁印度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锦尼玛为首的所有藏人政治犯。
此外，瑞典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于日前向国会提出了3项有关西藏的动议。这3项议案代表着瑞典对西藏自由事业史无前例的理解和支持。上述议案敦促瑞典政府关注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向中国提出侵犯西藏人权和强制性寄宿学校制度的问题，并敦促中国政府恢复与西藏代表间的对话，以及呼吁瑞典政府在欧盟层面开展工作，支持任命欧盟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今年9月2号，在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和外交与新闻部的组织下，以瑞典议员玛格丽塔·伊丽莎白为首的瑞典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11名成员，作为主宾出席了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的西藏民主日庆祝活动，并拜会了达赖喇嘛尊者。2022年10月，司政边巴次仁与伦敦办事处的组织下首次访问瑞典，当时恰逢瑞典新首相任命和新的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换届。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圆满结束对维也纳的参访行程后，于上周四11月30号抵达法国巴黎，受到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图登嘉措、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征根康、驻巴黎协调员图登次仁和工作人员，以及巴黎藏人协会主席冈马赤列和当地藏人民众的隆重迎接。在抵达巴黎后，司政边巴次仁接受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解放报和法国国际新闻频道的专访。上周五12月1号，司政在巴黎分别会见了巴黎佛教中心的代表和当地藏人青年。司政向藏人青年们讲述了西藏的环境、宗教、传统和语言的重要性。12月2号下午，司政向巴黎的藏人民众发表讲话，谈及最近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批准两党共同提出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以及其他重要问题。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于11月30号在新德里出席了印度基金会举办的题为“西藏对话”圆桌讨论会，并发表主题为“流亡议会西藏选举”的演讲。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在发表讲话时，首先概述了西藏作为世界屋脊的重要性及其历史独立性，并着重强调了西藏丰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西藏与印度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纽带，以及对印度60多年来收容流亡藏人表示感谢。随后，议长还详细介绍了西藏人民议会的结构、会议、选举和职能，以及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